媽咪，我想飲湯。咁你試下用普通話講啊。我想飲湯。普通話。點講啊？我想喝湯。我想喝湯。你為什麼想喝湯？不要啊！咩不要啊？唔識講啊！大家好，我要 QQ 我的媽媽，我的姐姐，啊？我的爸爸。湯什麼來的？湯啊？湯啊！湯啊！咁你用普通話講啊？嗯，咁你用廣州話啦。我要飲湯。好啦。好啊。你好中意飲湯啊？係啊，我中意飲。點解嘅？試下咩味要嘛？試下咩味啊？係啊。咁即係你唔想飲啦。飲啊！你有幾想飲？好想，有幾想？好想，好想。咁飲一滴得唔得？得。一滴好啦吓，唔好飲咁多㗎。兩滴。一滴。兩滴。